11连假上尾一天，国道5号甲雪山磅空拢有塞车。下暗9点以后，这上北的车才会较少。顶礼拜5，美国4大指数大跌，有专家预估明仔载台股开盘可能会落超过1000点。海军海空大队有兵仔去互中国吸收做间谍，偷袭枪支飞弹机密，地检署已经起诉。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10日公司台记台的暗新闻，我是陈怡珍。双十连假上尾一天，国道5号甲雪山磅空拢出现塞车情形，上北的车爱到下暗9点以后才会较少。另外，高雄的蚵仔寮渔港，平日假日时啊，都真侪人来定定塞车，停车位嘛无够，引起批评。车因为停等红灯排真长，高雄蚵仔寮渔港每一摆到周末假日，人车拢真多，造成当地通港路往台17线路段拢会塞车，引来部分民众的怨言。一家食饭的等于拢塞车，六日伫通港路去抓，停车不方便，那个停车场还不够。游客认为讲停车位伤少，因为昨日下晡渔港人也无够上多时阵，去市场头前的停车场已经停满啦，汽车正在排队等入场。民意代表甲民众拢希望改善周边交通甲停车规划，互观光景点更加优先。交通局调整通港路标线，采东向双车道、西向单车道配置，增加通港路路口通行容量。长期由新工处加速中正路打通原港路工程，同时也评估联保西南侧临时变道的可行性。高市府建议改善方案，也过毋若高雄、国庆连假最后一天，各地拢出现休假的车流。高公局讲，昨日是国道上北车流上多的一天，有估国道全线全日交通量会达到112万车公里，是平常时年平均的1.2倍。今天是北向的尖峰日，北区的部分在国道1号苗栗到湖口路段、国道3号关西到大溪路段，以及国道5号的宜兰到坪林路段，在晚上9点前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高公局评估上北车流到暗时9点了后才慢慢消退。事实上，国道5号早起大约是10点就出现车流，雪山磅空更加塞大约4公里，北向通过量比112年国庆连假增加8%。高速公路也实施引导移控管制，高公局提醒用路人加一点耐心，避开塞车路段。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经济，中国索按稀土出口管制，美国就随宣布要甲中国加扣税扣100%。顶礼拜5，美国4大指数就跌甲吐吐，有专家预估明仔载台股开盘可能会落超过1000点。台湾庆尚是暗过国际局势所正无平静，受中国收按稀土出口管制，美国也要对中国扣100%关税加关键软体出口管制。消息一出来，引起美国4大指数70大跳水，道琼指数落将近900点，费半指数加台积電 ADR 拢重破超过6%。When you have news like the China trade surprise coming on, there is an amplified sell-off. 美中贸易战继续千斤千悬，暗过台湾的个人基金伫连假前日宣布，因为川普关税至32条款调查无确定因素也未平息，决定未退场。专家分析，13个大股开盘时阵恐惊都袂过落盘的走势，暗过会比4月美国推出全球关税较长好。这种突发性的新闻会突然的一个下跌，因为大家会形成在前面15分钟的一个拥挤交易，就会创造出一个短线的低点，9点半之后指数就会慢慢的拉升，开盘的瞬间出现1000点以上的跌幅。目前的预期是会出现，国安基金仍然在场中，而且很有可能在明天会伺机而动，去做一个安定股民信心的一个动作。专家认为，后续台股是不是看到基本信号？要观察13到14这2日，万一台股收袂掉26000点，整体恐惊有长。除非就是时间拖得很长，那有一些突发的因素美中之间继续恶化，那这个可能就是会受到比较大的冲击。专家分析，若美中贸易战等利空消息出尽，加上10台积电发税，可提出比市场预期较好的营收成绩单，台股有机会搁重新行悬。中国扩大管制稀土出口，经济部有估对半导体制停无明显影响，会甲业者保持密切联络，应对市场情势变化。记者综合报道。花莲江福乡做大水已经20天啊！这个双十连假原来是有真侪志工去遐斗3天，目前主要是咧拼狗仔和佛祖鸡的6公梅。
花莲农总是有800公顷田拢予大水淹甲拢烂土，农业部估算若要变好清气，上无爱3年的时间。近来回西区的职工喷一凉凉的喷雾，因为国庆连假只有1天，真侪职工继续来到花莲公河车站。不过，甲连假头1天比较，人数减少将近一半。这小鼻芳职工伫车站头前的实体据点，也要伫13铁犁收起来。我今天几乎没有停啊，我到现在才刚停下来，我没有一直在车站那附近绕，但人还是很多啦。这据点会直接，所以就直接会变成透过网络派单接单这样。结束之后呢，会明天就移到行政院东部联合服务中心来继续受理。行政院在委座的13式服务相关过一段路，休息回归原主管机关单位来接手。中央前进协调所总协调官桂连成指出，在工作已经进入收尾阶段，正注重边仔的沟仔甲附属规烂土煤的清理，也有协助装沙包提供防水者用途。目前有6万个沙包已经完成了，我们将来会扎到8万个沙包。民众在防汛的时候，他必须要使用这些沙包来做一些堆置，来防护他的家园。马太阳区房山湖到即阵维持红色警戒，桂连成功等官府核定铁犁计划，经过民众实际演练了后才解除。另外有5位民众失去联络，桂连先强调袂放弃，会加强搜查。也来甲公河加红林大约800公顷的田淹掉这烂土煤，600万吨土沙要全部清掉，有估至少要用3年。农业部提出3种再生复育计划，希望甲专家、甲地方的农民共同来参详。我们一定是寻找对农民最有利的，而且对这一片土地后面的经营是最永续的方式来处理。马太阳区暗公便道是12中度开始放宽车种的管制，除了5吨以下小型车以外，大客车甲游览车也使过路。不过必须遵守车速30公里规范，也毋过转长的拖车、重型全连接车依然是袂使通行。因过救灾期间，一个36岁姓赖查甫人伫职工的群组内底讲，扶走过挖到2具的遗体不时消失，互家属一度以为有进展，搜救人员也赶紧出动，却是找无。对此，花莲分局讲，姓赖查甫人因为涉犯社会法，已经依法移送裁处。记者综合报道。昨透早新北三甲有民众骑乌多摆，雄感觉身躯疼疼，怀疑有人咧乌白甲大比比笑。警方去调查，发现讲应该是路边的树仔树落果子解决掉。一路骑通过真济路口半路有疼感觉，身体雄被弹到，互骑机车人行一条，好亲像互比比弹攻击。对，弹到的那种感觉，那骑车的时候会在受影响。对，所以我觉得危险的点是这个。这是伫11早起7点外，因为代志发生的地点伫台北市三峡嘉亨路有未少社区大楼，互骑机车人咧想是不是有住户故意做的？在我们的社区，我们没有看过说有小朋友拿着 BB 枪在玩。目前没有接到住户的反应。连目前都没有。警方接到消息，等现场经过初步调查，案情大反转，怀疑凶手就是伊，涂骹落落去的树仔子，为路树落落去弹着起死。痛一定会啦，因为你骑得很快，速度很快，还是难免一定会的。可是如果说你只是单纯像我们速度没有那么快的话，你骑的话被这个打到，不至于到那个生命危险的地步。樟树的种子啊，我觉得这个是还好，榕树那个籽会掉到地上会滑，这个不会，它不会烂掉。所以榕树的会比较危险。小小一粒，经过学者初步推断，就是从树的树仔子每年9月开始就会落落去，不过路顶悬看到落袂少的树仔子，就惊影响行车安全。慢跑的、跑步运动的人啊，或者是骑脚踏车的，都可能会多少有点影响啦。可是摩托车以上这个轮胎大的，应该都不会有什么问题啦。虽然是一粒树仔子冒出来乌龙带，不过学者提醒，规涂骹的树仔子，若是路人慢走、骑脚踏车，拢要注意。记者综合报道。又有国军为中国咧做间谍，来看有一个跋筊去放开除的前海军，去互中国吸收了后，怎牵骨落难，找因共推的，也就是现任的海军提供凶器飞弹机密予中国。这2人即马拢获地检署起诉。今年7月汉光演习，总统赖清德去海军海防大队战术基地巡视，现场部署兄弟泛滥飞弹，家己摆出来向3定型型飞弹，呈现咱峰会战略。不过最近却传出海防大队有士兵和中共吸收。
海防大队3名上兵自01年伫遐区内底跋筊做到态度了后，第一交由软体熟悉化名锁定的中共情报人员，佮做中间人介绍过去军中生出来同事熟悉对方，提供军中资料，强调级别顶级女官报酬女官，伊到第2023年陆续用手机翕向其飞弹发射车的放列阵地粗现交换飞弹车操作手册甲列配锁定资料，趁3.8万检调接到证书了后，台中地检署依照违背职务收受贿赂罪将起诉，20人是勘查国安法做了羁押起诉。此案是本部接获官兵主动检举，与国安单位共同调查，并报请检方指挥侦办，合力侦破的共谍不法组织。针对外流的资讯，皆以妥采损害管控，降低影响程度。经过国防部政治局审核认定，这出15人涉盗窃是军中一般件，属于国军内部公务资讯，无对外公开。按国学者认为，那反航飞弹启动部锁定苏甲原则，互强军结合，依然会对国防安全造成微细影响。等于让敌人、让中共了解你未来的海空大队的旋2飞弹，如果要机动部署你有相关的什么样的程序你甚至你的路线，或者是你部署地点的选择等等，它可以用这个飞弹、远程火箭，或者是透过第5纵队的方式，就预先埋伏跟破坏。学者指出，就算非机密资料，国军依然爱严肃面对，思考是不是调整路线选择等内容更较悬的级别，或者是针对相关资料泄露制定更较严格处罚。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际新闻，以色列和哈马斯讲好要停战，这加沙和平峰会也要起稿啊！包括美国总统川普在内，有20多国的领袖拢会到场。目前伫咧美军的监督之下，第一阶段停火，以色列军队已经撤出去啊！哈马斯也着照片照行，甲48位人质拢放回去。埃及的红海度假城市沙姆沙伊河，真侪国家的国旗升起来。这场由埃及主办的加沙和平峰会，要23当地时间下晡来举行。全球侪国的见证加沙和平协议的正式签署。当地和平广场20外参与国家的国旗也已经升起来。负责维安的直升机一直伫空中巡逻。除了主人埃及总统塞西甲川普，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英国、意大利、西班牙甲法国这国家领袖拢会出席。متأكد إن بوصولكم سيد متكوف سيد كوشنر بفضل الله سبحانه وتعالى ودعم رئيس ترامب اللي احنا بنقدره ومتأكدين من قدراته على إحلال السلام في العالم كله إن هتصلوا إلى اتفاق يسعدنا ويعني يوقف حرب بقالها سنتين. 结束以下2年战争的第一阶段和平方案，以色列甲哈马斯拢同意啊。到以色列监督撤军甲换任职的美军中央司令部美国军队，即阵已经确认以军完成第一阶段撤军，只就等哈马斯释放48名人质。这内底有20人已完换掉咧，28人已经死亡。根据美联社报道，上早可能会对当地礼拜暗时开始来进行。And as you know, on Monday the hostages come back. They're getting them now. I mean. 这是2023年以下战争爆发以来，双方头一摆出现的正式停火机会。线内和平计划第2阶段是要求哈马斯解除武装，不过哈马斯一向拢表示讲这是不可能，也无这个谈判的可能性。公视新闻王如梅编译。来看法国政坛乱糟糟，总理上任无到1个月就宣布请辞。无意外，这总统马克宏说又搁请伊回来做总理，这当然也引起批评，讲袂属实的公声笑。上任总理27日到闪失的勒克鲁落台无甲4日，搁互总统马克宏任命登去做总理。这是马克宏自2012年连任了后，到即马法国第5位总理。9月初，勒克鲁第一摆被任命了后，用真长时间组阁，说伫真无简单，组阁了后14点钟失去总理。不过即摆勒克鲁无遐尼济时间。法国宪法规定，有三草案提出了后，爱互国会70日的时间审查辩论而且投票。若要拼伫12月31日进行完成立法，那安尼勒克鲁上班伫10月13都要提出有三草案。Donc moi je me donne une mission qui est assez claire. Et après, soit les forces politiques m'aident et on s'accompagne pour le faire, soit elles ne le font pas. C'est comment on fait en sorte qu'au 31 décembre, il y a un budget pour la sécurité sociale, il y a un budget pour l'État et on ait traité quelques urgences.
根据一间伫法国政界有影响力的民调公司做的上新民调，马克宏支持率已经落到14%创新低，代表民众对勒克努登去做总理应解决什么款的政治问题是高度的怀疑。Ça m'inspire de l'incompréhension et de la lassitude. Donc, je ne sais pas ce qu'il va faire de plus en 48 heures qu'en 4 semaines précédentes. Voilà. 最近，马克宏伫邀请左右翼民粹政党以外在野党党魁去爱丽舍宫讨论解决问题时阵，表示家己做完这个任期到2017年春天。另外，法国国民议会虽然无人过半，不过上大的阻击阵营可能是勒克努盟友的对象。另外，由于民粹政党国民联盟是将焦点放伫解散国会，因为根据上新民调，马林勒彭两军的国民联盟支持率35%，已经超过左翼联盟甲马克宏阵营。公司新闻红如梅报道。镜头倒来到国内食药署统计，到今年的9月，已经有47项药品申请退出台湾市场，民众也烦恼这病人的权益受损。卫福部马上出药事法的修法案，希望欠药的时阵授权是药署控制费用。伫这款原厂的药陆续宣布退出台湾，基层药师讲，今年有至少7种药会退出，亲像降低高血脂的米巴路，也有治疗高血压的安普诺维，以及止疼消炎化痰药啊、抗忧郁的药啊等。年底也传出拜年阿司匹林药也退出。台厂应该也可以啦，因为台人也是很努力啊，不一定要到国外的啦。绝对是有差的，原厂它毕竟是原来的配方嘛，所以等于说病人的权益对就被丧失掉。有民众烦恼用药权益受损，是药署讲今年到9月底已经有40项药品有计要退出台湾市场，不过其中46项都有替代选择，也有另外一项抗白铁针剂是会使供应到明年底。卫福部讲会启动专案进口来做应用。这里面盘出来大概差不多10个左右是属于原厂药，其他也都是学名药哈。那不过呢，不管怎么样，这47种药都有国内其他的学名药可以来使用，这个都是比较老药，不是新药。那只有一个药呢，那个是属于免疫的药，是整个原厂它停止产线。卫福部的上述药事法修法，周总良讲，修法重点包含非必要药品，若要减产也是停止供应台湾，药厂也比较必要药品提早6个月通报，也有授权是药署伫欠药期间会使统一来控制药品，避免抢药啊、甲囤药啊。半年的话是针对，就是说台湾已经有，就是可能有至少3家学名药厂在生产，它有时间去准备原物料。就增产的这个部分，可是如果说台湾的如果只有1家在生产的话，这个其实半年是不够的。一旦是缺药的时候，是不是就应该就是有个 SOP， 比如说基层就是433，基层诊所跟药局是4，然后就是区域地区是3，医学中心是3。其实不应该讲控货，就是说怎么样去配货，我觉得是比较适切的。基层药师协会理事长심彩英讲，健保署每年例行的台药价、造成药价长期互抬甲增加，常常一直退出。不过周总良讲，这统计退出的47种的药品，问过了后，拢是无需要调整药价，因为停止供应毋是药价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回答要伫台湾设总部上定义北树科 T17 18者，本来是超白病，即阵是有新的发展啊。台北市府宣布要甲新公证书提出合意终止契约，若新公证书是发表声明，请北市府依照地属权的契约启动协调机制。昨日早起，台北市政府采国局处召开记者会，对回答建造北树科起条例。台北市副市长李树川讲出回答上介意的合作方案。回答唯一要 T17、18的方案。就是市政府能够合议决，那完了以后，按照这个内政部准许我们修改办法，那这个地回到台北市政府以后，我们就直接转移给这个设定给辉达。台北市副市长李树川讲，依照台北市府当初甲新秀的契约，必须起好建物才会使移转。不过新秀希望土地直接移转，虽然新秀已经得标3年外，也过拢无起任何建物。若直接甲土地移转，可能会互公务员有道理的嫌疑，所以台北市府公务员一定爱依法行政。也若新公人寿董事长为保险所烦恼的赔偿问题，台北市府讲拢会使理解。按照不会被质疑背信的条件。送到我们市政府来，
那这样我们才有具体的这个方案，才能坐下来谈。如果这个方案是这个合理的，我想市政府一定会编列预算送议会审查。我们乐观其成，我们希望有关系的各方面都不要在媒体上隔空放话。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应该是不管是民间，不管是台北市政府，我们都能够坐下来，怎么样大家来齐心协力的把辉达留下来，因为这个对台湾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对于解约金额，台北市副市长李四川讲，新收初估是107亿，不过双方有完使协商，也拿备案铁12基地。北市府搁再讲整合无问题，也已经甲方案甲其他土地选项提供予辉达来做评估。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台北市有一寡巷仔路口有画一款恐色区域，交通局解释讲，这是咧提醒驾驶特别到过路人优先区啊，时速袂使超过30公里。汽车一台刷一台驶过这个巷仔，现场的车流袂少。这是伫台北市的嘉兴街216巷，不过驶入去巷仔进前，涂骹确实有无同的设置。大概就是美化吧，真的还不晓得。应该是注意有行人穿越道的部分吧。巷仔口涂骹的路面有哪些旧色的，到底是什么用途呢？未少人看到到底是不啥。台北市交通局讲，背后设计意义是提醒赛车人，即要来到过路人优先区，时速袂使超过30公里，而且袂使骑喇叭。没有宣导的话，根本就大家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啊，对不对？只是觉得好看而已啊。在地上写30比较好嘛，对不对？路口意向，我们现在目前台北市是用蓝色区块，里面我们也会设置一些相关的减速垫、减速坡道，亲近这些我们所谓的生活巷弄的时候，可以作为减速。那嘉兴里这个所在已经铺设好啊，交通局讲包含两线里、高雄里这做邻里、共组的四大生活区、过路人优先区也全面伫进行。由交通主政局处规划行人友善区，若有超速或违反相关交通法令规定，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裁罚。尽管伫过路人优先区车辆违规超速，依法会罚上悬36000块，因为现场无固定的测速翕相，全部区警方无定期处理，是不是法度互车辆有效降速，又爱看后续实施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南投清北溪的寿天宫、地窑宫的进香旗，和县府登录做无形文化资产。为着要传承文化，寿天宫办台语学堂，介绍进香的文化。要培养导览志工，也要和民众认捌传统民俗。学员讲，三通过不少人拢是头摆体验。这是南投民间的寿天宫举办的进香旗文化全台语学堂，连续2天的课程，除了讲到林松文甲清北溪的关系，清北溪进香文化等等，也有实际操作。亲像冬义堂武术甲赛阵，举办团文化才会体验。1、2、3，安尼就好啊。伫遐强桥更加实在是足辛苦的，我才知影即马桥班真是辛苦。写一寡甲咱台湾文化、甲咱的历史有关系的一本册，我就是要甲这种基心啊、道术、法术有关的这样文化，拢写出来。咱林松文伫咱清北溪发生什么代志？因为伫咱清北溪来讲，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地点哦。为18世纪来讲，过来19世纪，过境脉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所在。寿天宫表示，照传统，无论是念书文、礼仪停税进行，拢爱讲台语。不过，即马有一寡进香团煞是讲华语，因此即个活动特别要求，无论是讲师也是学员，拢爱用台语来深化甲进香旗民俗文化相关的知识。即届即个活动内底，伊感觉有兴趣，未来嘛会使落去煽动着即个南投县的即种伝統文化的传承。用華語來講，迄個氛圍、迄個氣氛甲感覺完全攏無共款去。咱嘛用着大部分人用台語來對即個文化資產來做探討。除了即届光大桥甲爬山通过，政治体课程嘛有办当机大练班、手桥班才体验。寿天宫强调，透过课程也希望未来文化志工拢会当用台语。伫进香期间，为信徒做文化资产导览的服务。记者邢平仪南投报道。天气报你知，再来关心明仔载各地头温度。北部地区24度到35度。
中部地区23度到34度，南部地区25度到35度，东部地区25度到34度，华岛地区26度到34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下暗新闻，稍等下请继续收看台湾技术报，我是陈怡珍，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